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万隆变电所早起有变压器故障，着火烧超过30万户停电。台电会照停电的时间来减电钱。今日有6例带病入境，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中建院的病例有可能是因为烫手落甲防雨伞损失唔到，才会活病毒。美国拜五暗有加利亚风吞大陆的州，已经有80个人死亡。肯塔基州上界严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台电台北一处变电所今日早起9点外有变压器故障着火烧，加上乌烟造成湘北大约有30万户停电。下晡点外时阵电才来。台电表示会加强检查设备，而且会赶紧甲旧的变电所的工课分予新起的变电所，较免有同款的代志搁再发生。大火对电力变压设备清出来，也有真侪乌烟。有在台北市文山区万隆的台电台北一处变电所，早起9点42分变压器故障，一时引发故障的电流，温度升悬，造成变压器的做完油导火烧起来。拍火过程，消防人员是特别小心。因为它现场有储存绝缘油约1万公升，然后消防队除了以化学车，另外还有以那个固定自动炮塔架设，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防范那个变电所突然间的一个临时爆炸。即摆火警造成未少的公共设施，甲305418户停电。台电讲，其中9成用户伫15分钟内底复电，并且在下晡1点07分转速来恢复供电。受影响用户分布在台北市文山区、新北市新店、永和、中和、深坑仔、乌来，也佫有旧店仔。台电除了向用电户来核实的，也解说原本变电器故障，也未来停电。即摆是因为大量的高烟，互变电所顶面的回流排跳起，影响161 kV 的系统加69 kV 系统的供电，才会造成停电。浓烟造成我们这2个汇流排，造成我们的这个3个断路开关器跳脱，所以影响到我们69 kV， 然后造成下游一连串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停电的事故。中央对着即摆停电是真关心，记者会特别由经济部处长詹文生率领台电董事长甲总经理共同来举行。台电也讲，受损的设备大约3个月了恢复。不过，即阵台北一处变电所设备是真旧，会加强来巡检，避免相款的情况再来发生。另外，边的万隆市内变电所建筑部已经在2年前完工，设备也较先进，会加速甲地方民众沟通，希望赶紧来启用。我们如果搬到新的，它是一个隔间式的。隔间式的话，第一个，我们是密闭式的空间，我们会有很好的消防，比如 CO2 啦，这个海龙之类的。那个断路器，它会用 GIS， 会用6伏化流的，它不会有什么绝缘油冲油这种问题。另外，台电表示，受影响用电户依照营业规章第39条的规定，按照停电的时数来扣减电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咱国内无增加新的本土甲死亡的个案，有6例带病入境。若是讲到中建院的实验室标出确诊病例这件代志，是互大家拢真烦恼。而且嘛，拢一直想无讲，为什么实验室的防护装备已经遮尔较全啊，竟然过去喂着病例？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这个个案在离开实验室的时阵，有可能先把手套摕掉，再去烫防护衫，顺势颠倒病倒去绑着病毒。这个花期4个拢是人，第7天加以互另外的引导下，民众来到等待所在，准备做疫苗注射进行的咨询。民众注射力度意愿真悬，真侪人来做。排很久吗？不会啦，假日是打发时间。之前因为有身体状况的原因啦，所以现在觉得有新的变种，还是来打一下好了。另外，国内12日无新增加本土的病例，也无死亡的个案，也过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4名是突破性的感染。5例男性，1例女性，那分别来自美国2例，还有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跟印尼。对着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的画着案件，指挥官陈时中出席台湾癌症基金会颁奖典礼了，表示，这阵感染源就是定调在实验室，不管是中研院本身，也是中央所定的实验室操作的标准流程，问题拢无大，主要是这平面有疏漏。
他本人也是这样讲，就一般我们在穿脱这防护衣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先脱衣，再脱手套。然后那一天他因为有被相关的这老鼠咬到，所以也急着似乎好像有先脱手套再脱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的标准动作流程是不太一样。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到即阵中央院案件接触者已经采检259人 ，PCR 采检结果全数是阴性。但是，中表示无传出去是好的现象，社区也是要继续来观察。另外，确诊个案捌伫淡江大厦接受推广部上入门课，但是中央强调，只有讲教室的人需要该包列在内，讲学校的人接触的时间短，只需要自我来健康检测就用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个中研院的确诊个案，上接伫咧南港甲汐止活动，所以汐止的国泰病院今日早起就有46位民众去验 PCR， 加在拢是阴性的。另外，台北市政府明仔载继续派车去中研院采检。副市长黄珊珊是表示，未来要求 P3 实验室甲高风险场所的工作人员疫苗拢爱做3档。12虽然是假日，毋过透早就人到新北市汐止国泰病院采检站采检 PCR。新北市政府因应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确诊，伫12早起加开检验场处，互需要民众用免费采检。有46人去采检，全部阴性。其中一人透露，家己就是中研院确诊研究助理所处的处主，佮批评政府无马上通知管委会，也无针对伊住的所在清消。他去过的地方都消毒。反正他住的地方没消毒，这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吓死了。中研院的个案感染源，中央研判是来自于职场实验室，社区感染性极低。而我们卫生局呢，在进行疫调的作业时候，都是第一时间会通知社区管委会，也给予相关的卫教，提醒他们要彻底进行清消作业。新北市强调，第一时间就通知管委会，而且感染源是实验室，所以社区感染性较低。另外，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因应这一摆事件，805件采检结果拢是阴性，13个月安排采检车到中研院，除了甲确诊者共一栋大楼人员，也无排除其他栋的人员来采检。毕竟它这边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先来做采检。毕竟还是会有公共区域嘛，比如说他们按过同一个电梯，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担心，所以我们明天会做这一整栋的采检。那我们也不排除说其他栋的同仁也可以来采检，我们也不会拒绝啦。黄珊珊表示，市长原提已经指示，台北市8间 P3 实验室甲高风险所在人，爱要求做第3期疫苗。目前台北市上紧用做第3期是万家区的经销人员，只要满5个月，就优先做测来做。尤其 Omicron 病毒株伫全球滚价，为避免突破性感染，做第3期对防疫来讲有必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公投投票日进前的上尾一个休困日，各种立场的团体拢赶紧来邮票。亲像民进党今日就伫咧台南办活动，总统、副总统甲行政院长拢亲身去到现场，呼吁着爱当无同意票，而且搁再一遍呛讲，国民党是咧阻挡台湾的发展。民进党公投说明会到台南，超过2万的支持者客满林平洋公园，场面真壮观。先开始的行政长苏贞昌为防疫到经济成长，讲政府这几年来积极成绩，局长感谢民众支持，佮呼吁4大公投爱投无同意，将目标指向国民党乱台湾。中国国民党给他摸中国的大腿，会害死台湾。所以，为了台湾走出去，为了我们的国际贸易。我们照国际的规矩，政府一定负责把关安全。各位国家的主人要站出来，我们要对国民党安尼乱，咱甲讲不同意。我要拜托大家，要详细了解国民党所讲的4项动议，只不过是搬4粒石头挡住台湾的去路啦。转到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这主要是以第100场公投说明会，赖清德指出，4大公投结果关系台湾环境、能源、民主和经济安全，彼此环环相扣。民进党及国民党阻碍台湾民主发展，最后上台是总统蔡英文以话写，这是关键时刻，也是关键的公投。这关若无过，我们很可能回到过去。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我们走不出去，我们被锁在中国台。公投进程的超级礼拜日，民进党全面动员拼声势，搁要吹票公投4个无同意，要拼到最后一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国民党迄边，国民党下晡伫咧自由广场办大游行，民间团体手斗嘛较为配合，一个那样的头人拢有亲身参加活动。不过，牵连到台中火力发电的市长罗秀燕，甲新北核四厂丁胖的市长侯友宜，煞是无到场，引起议论。针对这件代志，党主席朱立伦是甲民进党发话讲，唔通掠到机会就咧乌白西人。4个都同意，台湾最美丽。12月18四大公投即要来投票，国民党昨日全力来催票，讲现场有超过6万人。由党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这人领军，大话4个同意。国民党因讲是总动员，不过14个执政的县市首长敢若来一半，支票里无包含台中市长罗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来，和国民党大团结的气氛敢若拍折。侯市长他会用具体的行动表达他对公投的支持。那卢市长已经多次的，不管在议会公开的场合，都已经表达他对公投权利的支持。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我们缺电，其实我们缺电已经很严重。那这样再掩饰下去啊，将来根本没有办法回头。马英九强调，解决欠电上好方式就是重新来启动核四，也指出核能必认定是60，支持以核能饲60。国民党一家人对自由抗场声势负大来出发，沿途经过台大病院、立法院，行向凯达格兰大道，每家民间团体手斗大会师，手斗队伍对屏东出发，经过30天到台北，诉求反独裁和民主拼公投。很多人也陪我们一道走了一段路程。我们感谢这些朋友，同样，他们彰显了台湾人最淳朴的心灵。是谁让你活不下去？国民党甲手斗游行会合了后，特别打过印有电脑键盘甲青色的加刷图案的网军大都，代表终结网络欺负。另外，民众党也甲环保团体合作摆出海草大永存的大字，坚持反内地和海草大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是讲到第3天然气接收站到底敢要所谓的议题，正反风声愈渐愈热，偏偏拢是学者意见煞是天差地。无同意所谓的迄边签声明书强调讲，即卖科学证据显示，工程对海草带影响已经真细。不过，另外一派学者就认为讲，若是三者无所谓，就算是使用外海455公尺的方案，海草带未来会安怎嘛？无人敢保证。公投对外进入最后阶段，学者大串联表态无同意30刷题，佮共同签署声明，认为30工程对大潭海草带影响真轻，呼吁和科学证据讲话。长期关心环保议题的学者邵光昭佮指出，海草带可能因为30工程得到更较好的保护。破坏早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呢，它因为盖了3阶，反而早教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好。这两个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更何况还有所谓的减空污的问题。目前的中油的规划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让步妥协，其实这是好事。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的规划，其实对于海岸环境来讲，它的影响应该已经降到最低了。中油在现场提出离环保共款距离的海底大石分布，表示30外送了后，受影响海草大数量已经大量减少。赞成30只耍鱼的学者也大动作开记者会，提出图片强调海草大爱经过1000年，做大作用才会形成，表明甲空芳之间的各种生物，各造成无可取代丰富生态系。前环保署署长魏国宪认为，大潭电厂的开工已经严重伤害海草大生态。我们必须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必须有长时间的地质观点来看它在我们这个环境里的位置，我们更能够不管是珍惜它，或者保育它，或者怎么样来管理它。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前途未卜。那波浪最小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啊，那沉积一定会增加嘛。我个人强烈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会让这个港区内呢淤沙呢是不断的在淤积，而且是永久性的掩埋。30工程对海草大是不是造成严重冲击？学者看法不同，双方无共识，继续发声，要伫1至100公投日争取上大民意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际消息，新变种病毒 Omicron 传得紧，所以有一个国家拢赶紧在甲防疫措施改互更加严格。不过，煞去引起不少欧洲的民众咧抗议。亲像是奥地利的首都，这个休困日都有4万多人就街抗争。也若是后西班牙迄边，就有民众游行抗议，认为政府用无主有方式来限制因的行动是无对的行为。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周末4万多人参加集会示威，因提标语要求政府将注疫苗自由献给人民。Entscheidung, aber ich bin gegen eine Impfpflicht, weil es ein experimenteller Impfstoff ist, der noch nicht ausreichend erprobt ist. 这是连续第4礼拜，维也纳出现市民大规模上街路抗议。奥地利是欧盟第一个强制做疫苗国家。进前，政府才公布14岁以上的民众除了健康因素以外，所有人拢爱做疫苗，啊若无就会罚钱。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市中心客满抗议的人，也标语顶悬写着"假大流行，我无做疫苗"这字样，表达对政府疫苗政策不满。加泰罗尼亚主地区民众也伫巴塞隆纳大游行，怒呛疫苗护照扼杀自由。Los gobiernos lo están haciendo mal, nos están engañando a todos, nos están manipulando. Entonces, quiero levantar la voz y no quedarme callada. 欧洲疫情搁增加的时阵，变种病毒 Omicron 继续传开。英国 BBC 报道，当地研究机构预测，若英国政府无采取更加严格防疫措施，今年底 Omicron 会加做主流病毒株到2022年4月底的时阵，死亡人数恐惊会增加7.5万人。在以色列有研究团队发现，做完第3期辉瑞 BNT 疫苗人血清中对 Omicron 中和抗体增加，这显示做第3期有明显的保护效果。公司新闻王碧文评。美国拜五暗发生严重的天灾意外，加利亚风吞达6个州，尚无已经80个人死亡。其中灾情上界严重的是肯塔基州，州长表示这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一遍，死亡的人数恐惊继续升高。加利亚风扫过美国中西部，加横、商店街一片绿葱葱，工厂家族平地，财产损失真歹估算。当地时间7日暗时，加利亚风加过美国6大州，包含阿肯色、伊利诺、肯塔基、密苏里、密西西比加田纳西州。伫短短24点钟之内发生差不多30件加利亚风，造成至少80人死亡。This event is the worst, most devastating, most deadly tornado event in Kentucky's history. 灾情上严重的肯塔基州内就超过70人罹难，一间垃圾工厂有超过100名员工赶工咧生产垃圾的时阵，拄到加利亚风，目前已经才40人得救，其他人下落不明。全州即马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另外，亚马逊公司伫伊利诺州的物流中心也遭遇加利亚风，建筑物厝顶放落去，造成真侪员工受困，确定有6人死亡。I also spoke with Amazon earlier today and implored them to provide every assistance to this community, which they have said they intend to do. 伫第一时间，国民警卫队也投入警消救援行动。美国总统拜登针对灾情发表演讲，指出这是美国史上上严重的加利亚风之一，联邦政府会尽一切努力提供协助。Whatever is needed, it's within the authority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at help. And we're going to provide whatever is needed. 拜登承诺，会等救援工作结束了后，才会去灾区。气象报道表示，风暴系统向东徙移，周末可能出现更较坏的天气。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转来关心国内消息，桃园的消防局今日伫油门的一大仓库内底，找到20栋废药量约近4300公斤的炮仔，派100外的人搬20点钟，较把所有的炮仔锁去安全的所在。因为这个仓库的安全条件是不合格的，所以业者去罚款60万。仓库内底堆满大箱仔，由警方飞到现场的消防人员发现桃园油门这个用铁片搭的仓库，囤20栋的炮仔，总废油量有4300公斤。现场堆放的一个爆竹烟火，总火药量高达将近4300公斤。为以安全的一个方式进行我们的爆竹烟火一个储存。另外，我们也依爆竹烟火管理条例予以没入。
数量增加，爱出动100多人，用20几点钟才刷到安全的所在。炮瓦外观虽然到安全标准，不过可环境不安全，业者和市府罚60万。依照炮瓦烟火管理条例，炮瓦总重量超过1.5公斤，或者是不是炮瓦类的总重量超过25公斤，都超过管制量。它的安全距离呀，不得设于潮湿的地面，还必须为地面1层的防火建筑物。那窗户啊跟出入口要设有防盗措施等等。这么过年啊，民众放炮的需求增加，也互有寡业者想要囤超量的炮啊，不过若违法，也是会互地方政府没收，判定安全性了后，佮依法拍卖或者是销毁。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便当山壁树林昨晚暗暝就火烧，当地地势真惊，人员都要爬山壁才有法度拍火，现场实在真危险。加在今日早起10点已经把火控制掉了啊，而且无搁断开。中华即马已经会当走啊。山壁树林都火烧起来，白烟一直冲起来，也有落石一直对边坡落落来。台中的中华便当边坡在暗头啊烧起来，公路总局赶紧把便当封起来，赶来台的消防水车停伫路边来戒备。中横便道17.2K 传出森林火灾，经确认为本处辖区国有林八仙山事业区86林班，本处立即启动森林火灾的抢救机制，并于今天凌晨集结森林护管员前往火场抢救，共动员了51人。当时林管处表示，在下晡4点外接到火烧起通报，地点伫17.3公里的明水道附近。林管处在12透早6点半接下51名的森林护管员去进行暂火处理。不过因为边坡真惊真骨，护管员必须冒险爬去岩壁顶面，看起来真危险。加在早起10点已经把火势控制掉了，烧起来面积大约是0.1公顷。昨天下午4点半就管制出入。到今天早上7点的班次有管制，本来有的就要走中午嘛，所以大概影响昨天跟今天早上大概30台，然后救火完了之后12点已经开放了。公路总局各管工务单12中昼夜开放这个便道来通行，不过因为便道封大约20点钟，未少车辆受到影响。林务局也呼吁民众，入冬天气真大事，入去山林唔通乱点火，也是乱起烟头，避免引起这森林的火灾。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一场艺术下乡的活动，邀请一个时代甲囡仔照传统西丁迎宾的步数，一步一步到半身。伫咧庙埕伴歌戏，热闹气氛是袂输真正生命线。囡仔扮身伫戏台顶野糖啊，边仔佫有摆音，起鼓进前佫有西丁，闹热的气氛啊，亲像是生命线。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伫大拿举办艺术下乡。完整呈现庙前艺术，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文化，然后一步一步，然后迎宾、施政迎宾，然后能够入住、邀请歌戏，咱大家流程咱都有来做到，然后能够南管北管，然后把这个环境剧场做起来。因自阮细汉到大汉咯，这种舞台一定足少啊，今仔个看到感觉足稀奇的。为着这届的演出，社区的时代甲学校的学生做伙组一团50人的歌戏班，经过连续3个月的训练，唔但伫庙口搬戏，佫利用现代剧的方式演出环境剧情。很紧张，但是很开心。八仙那一边的话，我觉得大家表现都不错。嘛希望因带动讲吼，未来的少年人吼，对这庙会文化吼，传统的文化会当佫继续来延续。古早庙埕有庄头的信仰，嘛是文化传播的中心。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指出，透过活动，互囡仔入捌故乡，找到文化的自信。所以这届演出，唔但是一项课程，一个活动，嘛希望是地方文艺复兴的开始。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甲明仔载东北季风增加，北部甲东北部的雨会较高。气象局目前已经针对湘北市甲嘉南发大雨特报，今日愈晚就会愈寒。过暝了后，西半部甲东北部低温可能敢若16度到18度。明仔载若是到拜二的透早上寒的时阵，可能敢若剩无15度。咱的乡亲就爱穿好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1度。
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东部地区16度到24度，外岛地区15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